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3月17日，我们与创造主的距离，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34章到40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约伯记40章3到4节。约伯回答：上主啊，我说了无知的话，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敢再说了。有一天，一位年轻人来到一个有智慧的人的门前，他希望能够得到智慧的指引。这个智慧者就问他：你掌握了多少知识呢？年轻的人回答说：我学过很多，但我还有很多要学。智者拿出了一个杯子，装满了水的杯子，递给了年轻人，让他拿着这个杯子绕着智者的花园走一圈。年轻的人照着做，走回来到智者身边后，智者问他：你注意到什么吗？年轻人回答：没有耶。智者解释说：当你拿着这个杯子绕着花园时，你只关注杯子里的水，而没有注意到周围的景色。就像你所说的，你学过很多东西，但你还没学会如何在周围环境中学习和观察。知道自己不知道，要来认识与敬畏创造世界的创造主，才是智慧的开端。其实也就是在圣经当中说的，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今天我们的经文来到了约伯记，最后的很精彩的，他的3位朋友最后呢，当然我们知道又加进来了一位以利户。以利户他其实是刚开始虽然他这个好像非常的这个口气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知道他不是那种乱发脾气的人。但是以利户的言语也为了神即将要登场来做预备，使得约伯和3个朋友能够走出纷争，安静下来，思索苦难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他们不知道的奥秘。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或许真的是不要像约伯的3个朋友我们年纪比较大，经验比较有，或者是我是有智慧的人，或者是我是好像我是专家我是用我的个人的经验来引导人。没有，我们看到以利户其实他虽然年纪轻但是他指引了一条路，而这也是接下来要来回应这位创造主，也带领着身为人的我们应该要认清，就是我们至少我们要来向这一位创造世界以及创造我们的主。只要我们愿意知道说我们不知道，其实这是学习的开始如果我们一直都觉得我们自己都很知道，那真的是没办法终于安静下来。而这位神也在38章开始他原来是隐藏不语的神那时他终于出现了。38章一开始，神的出现是在人都安静沉默，并且承认自己的智慧已经到尽头。正是这样子，我们人才能听得见珍惜神的话。神也愿意将自己显现给锲而不舍愿意追寻他的。
而约伯以对神的公义不放弃的信心，要求神正面回应他的疑问。那神也乐意亲自向约伯启示他自己。约伯终于如愿以偿是啊，但是我们知道当神这个透过大自然很多的事情，以及神对他的发出问题，哇，我们知道这个约伯这个是没办法回答的，这个怎么可能回答？因为我们是人啊，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怎么能够有办法来回答了？我们举例来说这个在38章神将这世界比喻成房子当神建造这世界时，这世界就如同神的圣殿，是属于神的他用这样子大地要立定根基，黄角石，那么神让约伯知道神的伟大持续下来就是神界定了海洋哇，那这个也不是约伯他所能够回答的。然后当然神安排晨光规律的照耀这个大地甚至于海洋、死亡、阴间，在这创造的大地中有许多我们甚至听说没有经历过的雪库、雪泡、雨水、天上的星星、云彩的变化。所以神最后问约伯说，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予心内？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谁呢？动物也更不用说了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神真的如我们所愿，约伯所愿面对面的时候，哇，这个约伯真的是吓到了我们是可以说是吓到。我们记得吗？这个之前约伯这个傲气这个满满他要跟神这个直球对决呢那感觉是这样要来质问神，神你出现我要问你到神真的在他面前问他一连串的问题时，约伯反而用手捂住口承认在40章10节的时候不敢讲约伯看到自己的这个渺小跟神的伟大，明白过去将自己的案件呈现给神来审判，挑战神要接受他的战帖是何等的无知举动。哇，这个约伯真的是只能伏在地吓坏了。因为约伯在神的智慧和全能之下，只能意识到自己是渺小无知，当然也意识到这位神的慈爱跟恩典，否则约伯哪还能活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音乐牧师常常在困难的时候，即便我没办法找到大自然山上海边，我都会到屋子外面，甚至没办法到屋子外面的时候，我就是抬头仰望那个星空记得去年我的先生钟贤，我的陈大真钟贤哥脑溢血那4天，在加护病房，真的叫不醒他。我们就等着他是不是还要再开刀，或者是生是死，没有人知道。那时候也没有心情走到外面，因为那几天都非常的冷又下雨。我就是开窗户仰望天空，仰望这位创造主，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真知道主
唯有你，我愿意匍匐在主你的智慧，愿你的智慧来引导我做重要的决定。我愿意让您来决定，顺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也来默想，当神问约伯一连串问题，约伯却没有一题能回答，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如何来调整自己，来跟创造主学习智慧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爱我们，你真是怜悯我们，你有慈爱，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真的是渺小有无知啊！谢谢你愿意赦免我们，给我们再次机会，恳求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这个渺小的生命因着主你的伟大，让我们有盼望。愿你来启示，愿你来带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抬头仰望，与这位创造主来连接，我们会得到他完全的智慧。我们明天见。